各位乡亲，大家好！非常感谢大家在按摩行嘅中间共同研究客家白话语文的文法，提供本研究以及写作，同时有兴趣客家白话语同文嘅乡亲共同来研究参考客家白话文嘅用法。大家都會知道，不同國家、族群、地方、行業各有不同嘅語言、語言、文史、文語同歌曲詞嘅用法也有所不同。研究客家語言嘅要有聲母、韻母、聲調以及文史嘅音、義、形，同時要注意到外來語嘅同客家話嘅演變嘅屬語等等多種嘅因素所以研究客家語、客家文要有發土、程度、準確度等三度兼顧。家話講來，同時要兼顧古時同現在嘅用法，真有法度研究好些主權客家語、客家文，同時希望客家語嘅語音注意嘛，嘅教學嘅先生以及小事，大家共同要徹底嚟研究注音，咬字用語，真有辦法語音分明、脱略、好聽，安尼也希望敬請中鄉親大家，我嘅錄音多聽嚟做參考。自己來多看嚟，本文也多讀嚟，所以客家語、客家文自然而然同就會通順流利好聽，同時能夠嚟承接成客家優美嘅語音、語言嘅音色，安尼基本上提供嘅各位有方天不負苦心人。林正義先生所創嘅，同時再加上愛拼張偉揚、愛拼那樣葉啟田先生創嘅，還有一個愛菲娜嘅小弟所創嘅《老子有錢》等三種歌一個歌曲歌唱嘅內容，都係鼓勵人生成功嘅現實嘅一面，係乜嘅呢？賺錢所創嘅，但是客家俗語所講有錢三世是公公，阿公沒錢百世是孩童，百世嘅阿公也是孩童。另外客家嘅故事，上也三邊橋，下也三斤八，等等一等都係講一個賺錢嘅重要性係存在嘅。但是人才嘅做，天才嘅看，功德業業障，一時含糊都不得啦。各位鄉親，大家參考下嚟另外，客家語嘅連音詞同連音嘅聲母只有啊、誒、哦三音聲母運用前一則詞嘅韻母嘅尾音轉變。聲母同樣是來講是哇啦呀嘛那呀嘎巴嘅音呢相同喂咧耶咩呢嘅別嘅全部都係客家音，但是尤其當前在地上嘅 A 音都係用一個單腳嘅簡體字政府也係一再強調唔好用簡體字，個語同文也用一個本音 A 音，本音用 A 音，A、A、3A 安尼嘅種音，不用語音，語音就係由聲母加上韻母加上聲調，呢種情況影響到客家嘅音色非常嘅嚴重。希望學政單位多多加強，做先生嘅也嚟
多多来了解一下安尼吼。同时，本文非常的感谢台湾客家电子报、平等时报电子报以及台南大学李文焕博士先啊，整理一个文章贴发在 YouTube 给大家，可以从 YouTube 睇到哩，也睇到本文嘅內容，可以連接下去安尼吼。好，接下來呢，我哋來研究客家語言白話語文嘅文法嘅研究。第9課，客語各類形狀嘅性質、用詞、文法、課文一詞一語，慢慢嘅讀，對照慢慢嘅讀，提供本各位鄉親嚟做個參考安尼吼。第個客語各類形狀嘅用詞。客語在有形同無形嘅狀況長度用詞啊，大部分都會重複用詞，關於講重疊在一起，同時聲調也係一致嚟做個表示。一個但不得加上當、該、親等等嘅形容詞，所以並以高大、大細、前後、左右、約分、頻撲、長短等等分明嚟使用。客語嘅動詞一樣，同客語動詞一樣，有一類嘅用詞呢，必須重複加本詞、加本來嘅顏色，叫做同樣嘅詞，能夠來表達嘅意思。一下嚟提供本各位鄉親大家嘅參考。第個出啊，就上下前後對準，做一個90度嘅出線啊，一個叫做出，告訴鄉親那個切啊嚇。第二呢，恰，關於做斜啊，上下前後對準。但不甚出度90度嘅出線咯，叫做恰同出有乜嘅區別咯？就是講啊，出是90度嘅，恰不一定啊，但是線還是一樣出。跟拗，上下前後冇對準。第四橫。左右為橫哦，從水平嘅現象，上下為中啊，中間線嘅中上下，左右為橫啊，橫就是左右水平狀嘅形狀。第五坦，主位嘅呢嘅四主位有圍繞。中間呢，太好定義四主位嘅盤呢種啊，就坦啊，坦有那平啊，削，一個有那曲，在形容詞嘅時候曲，削，向內彎啊，腳頭一改是改作業的改啊，向內彎雜。這種啊削，飛呢，經常頭都講啊，削都和相反啊，向外彎雜啊，飛這位哈，鳥向大由大向高，一個嚟存，也有可能娘，頭那冇娘啊，頭那冇娘，腳翹相反。相反詞，向內彎折啊，飛向內彎折，削向一兩個詞呢，飛是做一個同削都相反。第八，鳥由大向高傳過去啊，大下向單個傳嘅做到鳥哦。個物體不平凡的種種啊，囂，
喵喵，有个就咻咻哦，咻咻。第三，喔喔，跟给单位喔喔的个调整的东西啊，中间成副长，喔下去，喔下去。亲像安尼挪杀，唔免摩擦个哈，摩擦跟摩斯又出挪斯吼，挪杀永久诶要活下去的活等等就佢出啊，唔好让下来哈，等同等有区别的哈，就说讲啊，直立状啊，出等，但是我让下来呀，叫做等哈，等同等有区别啊，水啊，向下弯曲状哈，向底下弯啊，这水。有人讲跳树片甲个吹嘅啊，佢吹下来嘅吹啊，跳树片甲有吹嘅吹啊。第13，一个硬是指坚实的有形嘅东西呀，叫硬。按一个模型嘅呢，这种硬啊，是用嘅通啊，有形嘅。就能硬做个硬嘅肢体方面啊，和无形嘅，给你硬嘅安尼哦，啊。第14，软就软哈，硬为相反词，硬嘅相反词，喷，关于这个很好哦，吓好哦。好嘢好，好嘢嘅好呢，就个喷的意思啦啊，喷，这个的喷火的喷呢，木口视频嘅，叫做喷，要扑，佢像扑嘅事嘅哈，同头都讲嘅喷相反，个上高嘅活下去嘅，上小高嘅高咯。也就是用过去的过，也就是过位啊，活下去哈。个黏，那个黏，先讲黏，水果唔是熟嘅时节啦，一年那去我黏下去，啊黏只是水满呢，黏只是水满呢，黏是讲东西，水果啦，冒出体内啦。也个地咪会软下去嘅，佢就讲啦黏，个黏，这水麻呢，第18，胖，就不坚实成中空的意思哈，松散，个松个散，个就胖啊，也个是感大，也个胖哦。嗰好是莫按关于讲啊是莫按坚实一种情况啊。第19，tap，脚踏实地的踏啊 ，tap，同胖都相反个 tap 哦，一个很踏实关于讲 tap 实啊 ，tap 实啊那，意思踏，一个都贴起来都贴，有几啊字嘛哈，叠有那个那个么肉眼嘅叠，那个叠白嘅叠哈，那个呢都搭哦，粘贴，紧粘贴，弯都搭哦，贴地，还有个那个搭梯呢。所以贴有3枚音，处表示不平的意思啊。所以头头所讲啊，贴有3枚音，一个是搭，一个是叠，一个是踏实啊，那个踏。第22，悠就是细嫩精致那个
哦，一个菜个油啊，油，皮肤个油哦，油啊。23液就是血液的液，那个词啊，液的液体是年代状啊，个流体啊，我流液啊，液后那个液啊，第24挖就是难以固定了哈，容易以通杂吧，就挖个天呢挖的哈，滑的啊。25平，是指平坦啊。坦呢，就是讲平可能都大啊，坦，个稳啊，坦啊，26个绵，有一个番薯啊，个面啊，就煮得很熟啊，等于很碎的意思。以上有16款空5名哈，接下来我们来看客家语嘅各类性质嘅用词，大部分都係用重复用词，同时上调一致来做表示嘅哦，能够表达以模型嘅性质长度是样嘅，但是样嘅将一个重复嘅事样嘅摆啊，不得加上头头所讲啊，加上改也係当，也係亲等形容词。好，安尼来睇嘅啊，碱性的碱就碱性嘅味道，其中特别使用嗰個也不多，係鹹嘛，沙子的需要混啊，鹹。但是華語地度嚟講啊，嗰神奇，有人講哦，個鹹嘅種呀，甜種啊，個鹼種啊，鹼種，鹼種不等於咁強啊，一個就講啊，關於講鹼種都會面對講啊，減特皮嘅或減重嘅意思，但是不一樣啊，我哋講甜種嘅，我哋講甜種嘅，減鹼種，我哋講甜種嘅。第22夾，水果開花長落花，夾咧籽啊，嘅味道都夾，鹹夾，個古人哦，能夠變成澀哈，澀，水果唔前大粒嘅味道啊，澀，這種一個用途嚟講啊，真係，第4鹹，第2呢，夾，第3呢就澀啊，讓第4讓酸嘅時間酸啊，水果唔前大粒，唔前上熟嘅味道啊，第5呢甜，水果已經熟嘅，那個甜，所以水果嘅神奇哦，嘅夾，嗰個能澀，讓酸，甜啊，甜係冇事啦，就會變成水又按到推感嚇，所以嗰度已講神奇嘅話，嘅南太當分，太當加哇，加係唔加唔妥啊，要推感喎，各位同學大家注意啊嚇，那個南太當分，太當加。唔加唔妥，會推感嘛喎，嚇！第7，糊，味道糊啊！第8，鹹，鹽咩味絲都鹹。第9呢，粉，都澱粉類的東西，很爽口啊！一個番薯嘅粉啊，嚇，粉啊，一個烏誒，一個粉啊，好食。粉啊，第10辣，辣有多種哦，有刺激性嘅東西啊，辣一個
我湖南乡亲啊，也个好说辣椒。辣咧说久了以后呢，这个看到了我见大青衣哦，但是也是冇辣色啦，色唔下喎，也都辣。是不？个香，就血液类那个血类的东西啊，都啊，个香，个香，叶字旁多个星星的星，天12就是都用那个农村的神行个米土啊，个米线啊，有糯米哦，按各位讲啊，人改好，那唔识嘅，个人手头真重哦，第13花开发的花，就花树当当哦，花说好，灰火龙花，灰火龙花就讲差唔多的意思啦，人都讲啊，人嘿所有时间啦。剪布啊，洗菜龟啊，灰啊，第14暗就不光亮暗。第15光就明亮全部都系个讲啊但是做行山的时间，有人讲啊，做阴德就用的咯，讲去暗中旅游行山啊。有这个坏的就按照报应，好的呢就按照感应各位乡亲大家注意，坏的就按照报应，好的方面就按照感应第16比较的比那个白就穷下一次线丑白那个两公婆。感情改好，丑白冲山高，白的平的意思。一个讲对啊呢，有22分，讲对啊有22分22秒，主要讲一个时间本太啊地带啦，可以讲啊，我谈的时间对人个手机啦、电脑啦，个绑线绑到22分22秒，就以上的有16个接下来就请大家来谈客语色神类的用词，色神类讲颜色，色神第一个呢，色神种类就那个红色的、黄色的、橙色的、青衣红橙，白色的呢，破白白色的破白 PAG 蓝色的，但是闽南方面讲蓝色的，哪同哪区别按靛色的天色的，紫色的，乌色的，灰色的一个7个颜色这个色神。色神的形容词用形容词，一则是风啾啾的啾是口字旁，这个秋，风啾啾的。天语呢，黄色的呢，黄公的，公这个言字旁加上语言的言，加上工作的工工作的工，个黄公的第3，强金的个音金第4，拍谢。第5呢，无所说，很生疏的疏，无所说。第6，无呢，无色的无所说，又讲了无哒哒第7，金色的呢，金娜娜多第8呢，个无的凤改无个凤那个丢凤就仙凤的意思我都讲江贤。第9，金墙，个墙色嘅，个墙咯，金墙，金字嘅金墙。第10，石拍，个拍到我石拍。第11，拿金，金拿到讲拿金。第12，无落，表示讲
同班舌啦，牛四舌跟无老无老。老呢，这火字旁做一个个别的个哈，个无老无老。今年呢，无老无老，佢健康哦，佢健康哦，安尼哈。那个牛四舌啦，田班舌啦，紫色呢，紫色，紫色啦，又按照雕出来色。浅色、浅蓝色啊，这个浅蓝色就按照水色，水嘅色神啊，这个浅蓝色。第三，其他物类嘅形容词哦，第一呢那个酸动的啊。第二，虎呢那个虎丢丢的啊。第二呢，个车位呢高卡的。第四，床嘅东西个床南的啊，床南的啊。第五呢，爱嘟嘟，个爱嘅就爱嘟嘟，一个米字旁加上出来嘅出啦，爱嘟嘟。第六呢，个虫啊，虫点点。第七，个皮呢，皮呆呆。第八，个手呢，手夹，个皮呢，个皮嘅有样嚟讲咯，皮呆呆，个手呢，手夹，这个形容词，物体嘅形容词。第四，米土嘅种类，米是啊，这个压米啊，个压米。第二呢，碰触个触，碰触有人读碰触，有人读碰触，有两字嘛哈。个碰响个响的碰响。第四，出枪是指有错位嘅意思，出枪错位嘅意思。出点呢，沉下来的沉，出点，一个就是讲啊，有水革米啊，出风就落皮的啦，冇浸到水啊，出风。第七，个出家乡，一个就讲啊，一个结论嘅意思啊，出家乡，一个米土一群有七种哈，再读一遍，这个压米。碰触、碰响、出枪、出点、出风、出家乡人的咪是个神奇哦。寒舍时间呢，就会用个欧亚时间出年少，古代就会来鸟呢出鸟响，古代就会就讲说什么说腔的，就压米老人家呢出手一个熟米，一个米汤。通常语言中提到上面嘅第四个同第五个就出枪同出点嘛，这两方式都会重复几个来做表达语言嘅意思。现在讲出枪，我安尼讲出枪。唔可以讲枪讲一句话出枪。那个第五个呢，就是讲出点，我安尼讲出点那个随机嘛的叫嘅出点。以上也按照嘅语言呢，在形容客家说声嘅语言字。上面一共有20几分14秒亦都学说声嘅用词。个第四，个小说也上次有讲过嘅但是再重复嘅讲本，大家嚟做个提高警觉，了解也就意思安尼。小说，我小人嘅小说有乜嘅呢？奇小偏出连谈渣也不大是晓得写，但是可敌不可用考题不可用。这个
加使用气候变化练达材料安尼啊，可以讲海子海顺顺人顺己，千万不可做哦。也当前社会伫度里有少部分嘅政治人物也系社会人士啊，都会使用一种气候变化练达材料啊来赚钱嘅，就是欺诈集团安尼好来，我哋来看嘅气以泰实色，以强实弱，以真嘅来实硬嘅个协面上大企业，协是协商嘅协，加上佛师牌。第二孝就是口中不言，唔讲哦，暗中行事啊，心中无规矩啊，无规矩，叫做小人为小人。第三偏口中所讲嘅，心中所想啊，都好相反，心存不轨嘅。第四财。伊真嘅嚟拿俾人看，暗中咧挑，怪人讲调包，揾啊那个这种人讲出把戏用啊，金广东用嘅，出有按那接出事有按那接是跳手旁个最大的最那个最胎嘅最啊，最胎有按那替胎哟，第十二练自己唔会嘅东西呀，是在谈搞呀，这个练后是解释。第六，谈主为那个主原因是人中间对的啦，土里之家是可以谈人家，就像金广东啦，人讲塔皮喂，塔内部方面个产，渣语言讲真讲假难以分辨。中秋是假嘅哦，六呢就1000套来本人也文中写话个清楚，向大家来看下到这时，也非常嘅感谢神门书法家王延平乡亲闽南人提供对碟方嘅啦。另外，一带下嘅图有个连袖调嘅最好嘅呢，那个连袖一个。带有风一吹嘅 BB 都会响嘅，一夹白有按咯吊妹嘅，用嚟讲吊妹咯，个风嘅 BB 一响啊，那个彩椒啊，个资料嘅我停过来，所以底下所讲带风手嘅一夹白就吊妹嘅，善用。一个偏袒印象不抵诈，金水天成中教，终究本人落鑊作為作行嘅採用，所以吹掉嘅就是无知者安尼按過下來呢，客家白話語文嘅文化啦，非常感謝，一個共有16課。今明所讲的呢是第9课也非常感谢台南派校博士生文化乡亲第八台 YouTube， 同时台湾客家天子报、屏东时报天子报同雅虎谷歌呢，等等有呢个第八台嘅连接。另外以前所讲的客家商业用語嘅非法呢。也希望各位乡亲有限多一个点来看，一网址、名字伫度里有另外还有一本呢，就是客家白话语文的研究，一共有错百啥也会去等共100篇有我本人的文章所写嘅就录音，提供本各位乡亲大家来做个参考。有名字一点系就会做出来100篇的文章安尼。最底下呢，就是也非常的重要。菜上面讲，就点事实哦。对民国50年研究多见有个结果嘅，所以希望大家来做个参考一个是种 A 型嘅，T 上T 2上T 3上T 4上各有不同。那个再讲到个河洛话也系有连音诗一个叫做沿用，按用 A 型嘅呢，
也都用阿言都多哇伊啊，金嘛，安尼都言嘛呢。以上呢，询问大家感想，一共有35分，恭喜们，谢谢，再见。询问按自西有中意请分享，还爱拜托大家开再讲客话，传承客文化。